1999您好，毕信阳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1999很好，我上奖，真欢喜甲很服务。1999很好，我上奖，真欢喜甲很服务。杨小姐您好，我家外面的路口有个坑洞。杨小姐很好，我要往外头的路口有一个坑。杨小姐很好，我要往外头的路口有一个坑。我儿子开农业搬运车，我要上树农业搬运车，我要上树农业搬运车，经过跌倒受伤了。经过跌倒受伤，经过跌倒受伤。这个坑洞啊，影响到我们的安全。你个坑影响到我们的安全，你个坑影响到我们的安全。大家常说千里平路，好跑又好走。人讲千里平路，好走又好行。人讲千里平路，好走又好行。一个坑洞，跌倒会要命啊！你解哭啦，跌倒要爱人命。你解哭啦，跌倒要爱人命。了解，这边立即为您反映。了解，我俩随甲很反映。了解，我俩随甲很反映。请问您贵姓？怎么称呼？请问很贵姓？很做要改名。请问很贵姓？很做要改名。我叫彭满妹。我很做彭满妹。我很做彭满妹。彭小姐午安，请问坑洞在什么地方？彭小姐动就好，请问缺得要改蔬菜。彭小姐动就好，请问缺得要改蔬菜。在享学街1号这边。打向好街就好了，打向好街就好了。享学街1号。向好街就好，向好街就好。是的。嘿，嘿。请问它是在路中间还是路边呢？请问贵系在路途上，也系在路边嘞？请问贵系在路途上，也系在路边嘞？在路边的地方。打路边的蔬菜，打路边的蔬菜。好的，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坑洞的大小吗？好，无用小可讲一下，缺得太细吗？好，无用小可讲一下，缺得太细吗？差不多一个篮球那么大。差不多一粒篮球咁大。差不多一粒篮球咁大。请问知道大概的坑洞深度吗？请问甘地缺太少几深？请问甘地缺太少几深？深度大概30公分吧。太少30公分深。太少30公分深。彭小姐，方便留下您的联络电话吗？彭小姐，敢要用留一下迄个联络电话？彭小姐，敢要用留一下迄个联络电话？我的电话是0123456789。我的电话是0123456789。我的电话是0123456789。好的，这边会为您通报处理。好，抓要甲hen通报处理。好，抓要甲hen通报处理。请问处理完之后需要通报给您吗？请问处理好了后，要通报得hen地吗？请问处理好了后，要通报得hen地吗？好的，小姐，再麻烦回电给我啊。好，小姐，再麻烦回电话给我。好，小姐，
真麻烦回台马的爱。彭小姐，案件已经为您登录，跟您确认一下。彭小姐，案件已经甲现电流，请现确认一下。彭小姐，案件已经甲现电流，请现确认一下。您反映的是享学街1号的路边。现反映的是向河街1号的路边。现反映的是向河街1号的路边。有一个大约篮球大小的坑洞。如一界太少篮球太细的窟，如一界太少篮球太细的窟，深度约30公分，需要做修补。太少30公分深，要做修补。太少30公分深，要做修补。案件编号您要记录下来吗？案件编号现在记录落来吗？案件编号现在记录落来吗？没关系，再麻烦请相关单位尽快处理啊。无要紧，真麻烦请相关单位赶紧处理。无要紧，真麻烦请相关单位赶紧处理。好，请问还有其他市政业务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好，请问也有要的市政业务无准甲现服务的吗？好，请问也有要的市政业务无准甲现服务的吗？啊，没有啦，谢谢你哦。无啊，落力现。无啊，落力现。没问题，谢谢。冇问题，落力。冇问题，落力。祝您顺心愉快，再见。祝hen身心快乐，长来了。祝hen身心快乐，长来了。